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5月12 AM 新闻，我是嘉豪。由新闻组时代头先就来报现在。过来，今日确诊人数已经超过65000人咯。另外，3类民众快筛阳性就算是确诊，要经过医生事先诊断，所以因为拢无洗手，大家是乱糟糟。对13开始，开放确诊者的亲戚朋友会当去到124间病院或门诊代替看诊，来评估这患者敢有需要用口服的抗病毒药啊。南韩这做的喙烂快筛试剂，今仔日3间连锁药房开始卖，一份卖175块，有的所在半点钟就卖了咯。讲到咱国内疫情继续伫咧严重，今仔日确诊人数已经超过着65000人咯。其中伫新北、台北、桃园拢有上万例，特别是新北市上届严重超过23000例啊。另外，今仔日也有增加79个中重症，17个人死亡，真侪拢是60岁以上，而且因本身拢有慢性病史。另外，也有一个还未到6岁囡仔变做是中重症，目前当咧加护病房治疗。国内新冠本土确诊人数阁创下新高。12摆是新增加65385个本土病例，有12个县市病例数上千例，其中双北甲桃园是超过1万例，新北市新增加23000多例，疫情是上界严重的。本土的个案大概增加了大概12%了哈，比起昨天。另外，中重症新增加79例，包括17个死亡，年岁拢伫咧60岁以上，拢有慢性病病史，其中有6例无注过疫苗。伫咧死亡的个案内底，有2个人伫咧厝内昏去，送病院急救也是救无倒来，经过采检才知影是确诊。另外有1个人无慢性病病史，进前确诊了后伫咧厝内隔离不幸过往。从今年初累计到今，死亡的个案已经超过100例，有到115例。在家里隔离的4天之后，那病势加重，那因为这个行政相验的结果看起来没有什么其他的一些除了这个新冠肺炎以外的病症，所以诊断为新冠肺炎。值得注意的是，伫咧重症的患者内底，有一个还未5岁查甫囡仔，因为治疗面的神经系统、连带筋脉的问题，所以带院做脑部的检查，入院采检验出确诊新冠肺炎，目前还伫咧加护病房治疗当中。后续有出现这个呼吸窘迫的一个状况，所以目前还住在加护病房当中来使用呼吸器。不过氧气的需求并不是算很高，目前病况是稳定，在接受类固醇跟瑞德西韦等这些药物的一个治疗。咱外界指讲，3加4居家隔离的新制度，也就是3天居家隔离了后，4天的自主防疫，这敢有潜在风险？但市长讲，任何一种措施拢有伊潜在风险，不过要根据好处多过歹处来做规范的考虑。若是像中国上海安尼封城，对社会经济影响是会更较大。记者综合报道。当咧在家隔离、自主防疫，抑个在家检疫这3类民众，对今仔开始，若准是快筛阳性，就算是确诊。不过，这确诊的认定是要用视讯看诊的方式，互医生来认定。只是讲，这个做法对今仔开始实行，大家是无够熟手。一个医生面对一个确诊者，就要开20分钟。有这病医诊所烦恼讲，若准这确诊人数变多，大家一定是无度负担的。点开病房电脑，用视讯进行诊疗。确诊的民众提出户口成本，证明家己甲确诊者做伙住，再阁提出阳性检验卡。医师判定好了后，检验试剂会请民众当场毁掉，较袂互人阁提去利用。最重要的就是要确认身份就是他家里一定要有人已经感染，他是属于居家隔离。快筛阳性就算确诊，新制实施，居家隔离、自主防疫加居家检疫的民众，适用快筛阳性就确诊。这3种人会当透过卫生局安排健康益友的 App， 也是去病院挂号系统接受医师的视讯诊疗，除了进行身份的确认。患者需要家己伫检验试剂顶写名甲日期，各加健保卡做伙翕，甲相片伫电脑传出去了后，病院这边会同齐检图，认定阳性了后，会甲这个结果通报去法定传染病系统。只是规套完整的流程，一个病人差不多爱开15至20分。根据指挥中心的统计，5月初9，符合这3种身份的，拢总有32万人。有民众会烦恼挂袂着户，若是病院甲基层诊所是烦恼，若是每一个人拢视讯诊疗，业务量伤大，无法度负担。电脑系统，有些是才刚建制好，有些是可能还没有建制好呢，所以在医师的操作上不熟悉度一定是非常多。我们现在1小时大概就5-6通以上了。视讯这个平台的现在的时间当然会比较慢，初上路大家的经验都比较不足。
哦，你不管在问诊上面，在回答上面，那当然稍微慢一点，那慢慢熟了以后就会越来越快。另外，这位中心也同意，只要有经过咱国 UA 核准的验喙脓快筛厂牌，原来会当做快筛阳性的判断工具，嘛会当请医师伫实行诊疗时阵做管制，确认是毋是咱国 UA 核准的验喙脓的快筛试剂。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三大类的民众快筛阳性当作是确诊的政策，今日开始实行，确诊者会当透过视讯看诊摕药啊。台北市长郭文哲表示，拄开始使用时阵，这医护人员是开真侪时间伫咧熟悉系统，甚至是教民众爱安怎操作。郭文哲也搁再呼吁中央，若准坚持 PCR 阳性，才会当使用这抗病毒药物，安尼害着搁较侪人的性命。另外，新北市长侯友宜认为，疫情严重的时阵特别来啊，呼吁中央就要赶紧放令，只要是快筛阳性，就要当作是确诊，而且莫搁限制什么款的对象。详细确诊，逐天视讯门诊量能细节，快太阳看做确诊真济，今仔日就落。台北市长郭文哲讲，台北市联医中校院开视察，郭文哲讲，未少确诊者家人无收到隔离通知书，有要实行跨境卡关，尤其新系统上路，对医护人员甲民众拢无啥熟。他搞懂那个系统，大概就已经半个钟头了。然后每个医生医生变成张老师，还跟他说明。护理师也是张老师，意思就是说他花很多时间在说明。所以一个系统是这样，它每一个系统要引进都要时间去酝酿。因为今天第一天使用的人不习惯哦，双方都不习惯。郭文哲阁表示，快太阳就互抗病毒药的主张，只有涉及保险法律文件才需要 PCR 证明，同时大胆预言，那中央坚持 PCR 才会当互药啊，要真正冲击更较侪民众的性命。所以很多中央的政策，你看哈，如果坚持还是 PCR 才能够给抗病毒药，我就直接告诉你，一定会死很多人的。新北市长侯友宜反映视讯门诊太车的问题，包括晚期门诊量能有限，长者未晓视讯无法度使用晚期门诊等，建议启动甲好照护简化通报，搁再度向中央发声，量早互快太阳看做门诊无限对象。新北市指示型的海啸开始上来了，快筛阳视同确诊，不要限对象，不要再就视同已经做过 PCR 阳，一次到位，放宽认定，化繁为简。另外，蔡总统伫面前肯定台湾防疫团队的成绩，侯友宜讲，绝对毋是蔡总统讲的安尼。郭文哲也讲，台湾防疫的成功是中国人民的拍拼，绝对毋是伟大党中央的领导。指挥官陈时中出面讲话，强调蔡总统的出发点是因为对全体国民的关心，真侪代志会当进一步的讨论。记者综合报道。三大类民众快筛阳性当作是确诊政策，今开始实行。不过，伫偏乡有真侪老大人无惊伫实际伫因的身躯边，要安怎使用这视讯看诊呢？连行诊所医生也讲，干那教因安怎用视讯看诊，要开真侪时间。这看诊甲开药的时间拢无包含在内哦。不过，指挥中心表示，也会当用敲电话方式来代替视讯看诊，会比较较方便。小囝提出来详细研究，想要点选健保快易通 App 内底的视讯诊疗，不过设计伤复杂，带伫台东庄卡的长辈，总共有边个人替伊解说，嘛是无啥啥。好像很难呢。很难哦。哦，你自己操作的话有办法吗？没有办法。没有办法。会忘记。老人家学这个东西，其实它的步骤还蛮多的。那而且其实包括我们刚刚在。就是试，然后它其实有很多的资讯，其实都还不完整，所以我会觉得有一点困难。快筛阳性制12开始实施，居家隔离、自主防疫、加居家检疫3种民众，会当透过视讯看诊。不过，侪伙人电脑甲资讯有较差，台中基层诊所就甲药局合作，伫诊疗甲摕药啊，开真侪时间甲病患的沟通。可能要一个步骤教他们，所以会相对的会有一些有些困难度。那当然，如果家中还有一些就是他的一些孩子那些，可能相对比较容易。我们可以利用教导小孩之后，把他加到我们的 LINE 里面，这样我们之后他运用就会很容易。确实还是有蛮多的长者有这个数位落差，可能要用视讯的时候，对于这个软体都不是很熟悉所以有需要可能用电话来询问代替这个数位的一些视讯软体。
面对资讯较差，基层诊所药局也用 LINE 视讯，也是用传真处签字的方式变通。疫情指挥中心也坦白讲，一寡长辈需要用电话询问代替视讯。13开始会开放符合口服抗病毒药物用药条件的确诊者，会当由亲友代替看诊，才当评估是毋是会当使用口服抗病毒药物。记者综合报道。指挥中心宣布，今仔日开始咧，对这13开始开放，这确诊者的亲戚朋友会当去到124间的病院，这防疫门诊代替看诊，来评估这确诊者敢有需要使用这口服的抗病毒药啊。指挥中心强调，唔是看诊就一定会开药啊，一切拢爱遵照医生的评估。透过视讯看诊，也是按照医师的指示快筛检测。疫情严重的情况下，确诊者无法度出门，敢会当选择视讯就医。不过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12宣布，为13开始开放确诊者，由唔是居家隔离中的亲友去配付病院的防疫门诊代替看诊，看是毋是会当使用口服抗病毒药物。亲友会当摕确诊者的健保卡加确诊证明，像数位健康证明等应诊，佮事先查询124间配付病院的防疫门诊。挂号看诊，经过医师评估，符合用药条件，适合食药啊。由亲友签署治疗同意书，医师开处方签，伫病院药局提药啊。开放可以来代理，好，这些都希望能够在除了说通过视讯哈，然后再来送药到宅之外，多开几个管道。是有可能就是说我们的待看诊者到了医院的门诊之后哈，经过医师的一些评估跟查询之后，认为说病患本身还是不太适合使用这一个口服抗病毒药物的话，是不一定就是说来看就一定会开药跟领药。对于现在有医师认为这是一个便民的做法，因为一寡长辈未晓用视讯，需要用电话询问代替视讯，所以代替看诊的亲友会当甲病房详细表达，互医师的诊断甲开药啊较有帮助。对有比较健康的、比较没有问题的，来帮他陈述拿药，这个是一种通融的措施啦。有些确诊者是被隔离的，他根本出不来，他也不用视讯软体，那这时候更应该是有别人帮他来陈述症状，那顺便拿药就好。指挥中心是讲，口服抗病毒药物是治疗重点，不过不是每一个人拢会当用，这点民众一定爱了解，以免伫个诊断的时阵发生无必要的纠纷，也希望透过这个管道方便民众摕到药物。记者综合报道。南韩制造的脆软快递汽车，今仔日伫这个3间连锁药局开始卖，一份是卖175块。头一天有真侪民众3钱去买，有的所在半点钟就卖了啊。不过有人也入去质疑讲，这款脆软快递汽车伫澳洲是规定2岁以下囡仔是袂使使用的。不过伫台湾却把这句警告标记摕掉。指挥官陈时中表示，每一个国家的写法拢无共款。伫台湾是写讲2岁到18岁，就要有家长协助采检。这也表示讲2岁以下当然就袂当使用。拜拜我。12早起9点，药房才打开门尔，民众手提单才开始卖用喙烂做检测的快递汽车，排队等要算效。自己拿对不对？不少民众拢来买用喙烂检测的快递汽车，一日都红扫了了，药师无用伫补货。不过无到半点钟的时间，所有的货都拢搁卖了了啊！小朋友用传统的快筛都是要抓着他，然后他就会哭得很惨，所以想说用唾液的给他，比较不会这么辛苦这样子。因为小朋友在家里就是你要戳鼻子，我们又不是专业的，他如果乱动的话，就是你戳到哪里不知道。这个送到位的快递汽车，甲英国类型无共款。3大连锁药房12开始卖南韩制造的用喙烂做检验的快递汽车，一盒内底1支，价格是175块。不少家长听到这个消息，都赶紧带囡仔去买。不过唔免同鼻仔的快递操作，敢有较利便呢？你把这个水呢，把它滞留在你的喉咙的深部，然后去做这个漱口的动作，让里面的细胞融到这个冲洗液里面来。所以这个对儿童来讲是非常困难的，所以大概12、13岁以上的儿童才比较有办法用。伫做喙烂快筛的时阵，爱甲喙烂配伫个收集的塑胶管内底，差不多一半，再搁甲检验的液体甲喙烂拿做伙，等5分钟的时间，再搁第3滴落快筛汽车顶悬，等15分钟了后，结果就会出来。咱若伫个检测进前的半点钟，会记你爱先洗喙，袂当食物件，嘛袂当食薰。不过有南亚立委质疑讲，这个牌子的汽车，澳洲有规定讲禁止2岁以下来使用。不过咱国内上市咧卖的汽车，内底附的说明书，却甲这句建议台独，批评中央审查无够确实。
美国的访单当然不会完全一样，那台湾的访单主要都采用正面表列，所以我们写的是想如2到18岁或3到18岁之儿童及青少年需由家长协助，在2岁以下，既然这没有用到的话，那2岁以下就自然就不能用。指挥官陈时中回应讲，台湾上市的汽车内底附的说明书，有写若是2岁至18岁要使用，就要由家长来协助采检；无写到2岁以下的，也就是讲2岁以下是袂当使用的。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国内今仔日已经超过65000例这个确诊病例咯，台中今仔日有3800多例。今仔日台中市甲囡仔注疫苗的是第2天，有10间学校注33个人出现身体不爽快情形，家在目前拢正平安。不过，即摆有家长认为讲，这要等 BNT 疫苗送到台湾等了上过久，规气甲囡仔带去病院注莫德纳疫苗。医生也讲，较早注疫苗，才会较早有保护力。虽然是爱上班的日子，台中市的注射站来袂少家长带家己囡仔来接种疫苗。本土疫情严重，一寡家长原本是烦恼莫德纳的副作用，不过因为儿童 BNT 疫苗延后到货，搁烦恼囡仔有感染的风险，不少家长甘愿请假，嘛要带囡仔来注射站注射。因为觉得校园施打太久了，等太久了，让小孩子太危险了。12是台中6至12岁儿童疫苗注射第2天，台中市长罗秀沿前往大道国小去了解注射情形，也出现头一例换注的个案，一个满12岁的查某学生注过第1期 BNT 疫苗，经过请示卫福部同意，伫学校换注半份莫德纳疫苗。市政府统计，10间学校已经拢注啊，到中达有33个出现好亲像副作用。一礼拜一定要注射的人数是6000多人。满12岁小朋友，但是还在小学就读的话，我们一样安排在小学里面分流注射。台中市疫情方面，12新增加3830例也创下新高。市政府表示，一定伫6月初，台中市的国小就会当拢做完。根据教育局到12的统计，目前全市公私立国小生甲幼稚园6岁以上的细汉囡仔，有意愿要做的比率分别是28.52%加14.23%。医师原来提出呼吁。要打得快。今天我们如果提早打，我们就产生在14天以后就开始产生足够的抗体来开始保护孩子。你如果越晚打，它这个保护的时程就会往后拖。意思是讲，虽然少数会出现心脏相关的无爽快，不过大部分拢会家己好。莫德纳加 BNT 是属有 mRNA 疫苗，目前疫情当地严重，呼吁也是爱量早注，才会当较早有保护力。记者综合报道。伫新北市有一名老师，伊是行旧规定，10天假期期末了后，要登去上课进前咧有先做快筛，却检出阳性，学校却要求老师爱登来上班。不过，这个老师也烦恼讲，安尼会造成一寡困扰，就先穿防疫假，一直到快筛阴性才登去上课。教部长潘文忠今日表示，若准老师学生家己做快筛检出阳性，会当留踮厝内穿防疫假。这拄下课，国中生虽离开座位，有个人去便所，有个人找老师问问题，也佫有人和毋是坐伫边仔好朋友咧开讲。7月开始，国中、高中的确诊个案4课练堂的同学会当穿3天的防疫假。毋过有立委质疑，疫情已经遮尔严假，敢若可能4课练堂的学生，敢真正有防疫的效果？一个班上1位同学确诊，9位同学快筛阳性，9宫格剩4个学生来上课，你认为这意义是什么？学生互动学校的状况确实有各种不同的，是的，所以本来就赋予有这样的一个弹性调整。教育部长潘文忠说明，当初是考虑到国中、高中注疫苗的比例有到8成以上，以确诊者为中心去考虑较接咧接触的对象，本来就有互地方甲学校处理的春秋空间。教育部只是提供基础的原则。立委万美玲表示，师生毋是一般的民众，教育部咧考虑应该如就治。另外，新北有一位老师7月进前确诊，11完成10天拒绝居家照护，登去学校进前为着安心，家己验快筛有原是阳性，煞互人要求登去学校上课。跟校长做一些权益，让他去做请假。请问一下，现在我们任何的事情都是要学校、要家长、要老师自己去做权益吗？如果老师自主发现也确定有阳性这样的一个状况，这当然以我们的通则里面就希望他继续在家里。潘文忠表示，若是师生家己快筛阳性，毋免着急去学校会当穿防疫假。
在野党的立委表示，10个老师内底有8、9个会谨慎来家己验快筛，要求教育部直接发文，予地方甲学校提供明确的指引。记者综合报道。平湖县政府宣布讲，对今仔开始到5月底，若准户口设一个片湖，而且满75岁民众去注疫苗。除了中央有补助500块礼券以外，平湖县政府阁另外送1500块礼券，是目前注疫苗送礼券送上济县市。做疫苗进前，医师先进行会告。为了提悬75岁以上长者做疫苗意愿，平湖县政府增加鼓励。除了中央补助500块礼券，县府阁加发请过，只要涉及伫平湖75岁以上长者做完疫苗，不管几期，都会当领到2000块的礼券，是全国上悬。鼓励大家赶快来接种，赶快来接种，对，用意良善啊。第3季拢做了啊，做几啊个月啊。2个月啊，2个多月啊。县府表示，当地疫苗做完3期的注射率是66.3%，希望会当继续冲关长者的注射意愿，来预防中重症。国内这一波Omicron疫情相关以来，中央甲各地政府一直催，确实有冲关长者注射进处。以75岁以上族群第2期疫苗为例，5月初比3月底加2万多人来注，第3期成长更较明显，1个多月以来加82000多人注。医师分析，目前国内感染也在继续扩大，也未正式达到高峰，所以长者的疫苗注射率上好爱去冲关。那以目前打满2剂的这个比例上来讲，还有将近快40%的族群都还没有打完2剂，所以当然遑论在第3剂的部分，有施打的比例当然一定会更低。那我们一般来讲还是会希望最好在长者的比例能够拉到85%到将近90%。对于老年人的覆盖率，有些能够做到70、80岁以上的覆盖率95%，但是呢，香港呢却只有50%不到。好，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就造就他们后来死亡率的差别。医师以纽西兰甲香港经验来分析，两地感染率相当，也毋过疫苗关注射率的纽西兰，将死亡率压伫0.05%。另外，医师也提醒，除了做疫苗，敢是会当继续压低死亡率，也爱看抗病毒药物开得够紧。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带观众朋友来看国际新闻。北韩承认因国内出现头一个武汉肺炎确诊病例，患者是伫咧平壤采检的时阵检出确诊。北韩领导人金正恩表示，这是重大国家紧急状态，宣布全面封锁全国区域，防止病毒继续传开。商场内底拢无人客，职员消毒人员挂着漆暗，一直咧喷消毒剂甲漆玻璃柜。新冠疫情爆发2冬多，北韩头一届表示，国内出现头一个新冠确诊病例，进入重大国家紧急状态，下令要全国封锁。根据北韩官方媒体朝中社报道，当局设备伫病站为发烧病人身躯面顶采检，确定伪条病毒甲Omicron的 BA.2病毒株跳入同款。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伫12日主持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会议时阵，真罕咧挂着喙暗，宣布病站出现Omicron的确诊病例，要即时提悬国内的防疫措施。南韩媒体北韩新闻报道，7日下晡开始，已经限制北韩民众爱居家防疫，和各地拢出现了下班人潮。虽然当局无公布确诊人数，也不金正恩表示，伫紧急隔离的前线出现空棚，才和病站出现确诊病例。除了要求加强边境管制甲封锁措施，要彻底封锁全国的区域，和民众照业务、生产甲生活部门隔离每一个单位，来阻止病毒拓开。同时阵，伊嘛呼吁官员爱伫上短时间内底消灭感染来源。根据 WHO 世卫组织数据显示，到3月底为止，北韩2500万人内底有64000多人接受体检，也毋过无人确诊。因为北韩拒绝 COVAX 平台甲中国供应的疫苗，所以国内大部分民众可能拢无注疫苗。过去2冬多，北韩国内无确诊病例，也毋过继续封锁对外贸易甲观光，嘛严重打击到国内的经济。南韩庆南大学教授林一铁认为，这个出现确诊病例对金正恩来讲，医疗资源不够，有可能会予疫情加做一场真正毋捌出现的危机。公司新闻是同朋友。美国民主党所主导的妇女健康保护法草案，拜二伫咧参议院表决的时阵呢，去互共和党砸落来。虽然这女性有权利拍提这个法案受到阻碍，不过也已经引起社会关注了。到时阵一定会影响到11月的期中选举，参众两院这色彩变化恐惊会出现变化。On this vote, the yeas are 49, the nays are 51. 3/5 of the senators duly chosen and sworn not having voted in the affirmative.
The motion is not agreed to. 美国俘虏对台权再度面临失败，参议院10月针对将对台达入联邦法律的俘虏健康保护法草案进行关键性投票。不过，伫50位共和党参议员反对，1位民主党员走票情形之下，起予好决。This isn't the Women's Health Protection Act. It's the Abortion on Demand Act, without restrictions, without limitations. 根据参议院议事规则，这项法案需要得到60票赞成票才会当继续进行。不过共和党批评草案将禁止各州对台家己强制等待期甲对台诊所等规定过度放宽。民主党是伫投票了后强调，背后俘虏声音封锁法，11月期中选举会扳回一城。Elect more MAGA Republicans. If you want to see a nationwide ban on abortion, if you want to see doctors and women arrested, if you want to see no exceptions for rape or incest. 总统拜登是发表声明，批评共和党和女性宪法权利受到已经所报的攻击，违背多数美国人民的意愿。对台权伫美国搁变作焦点，原因是顶礼拜联邦最高法院的涉台意见书发射，内容显示大法官可能推翻1973年的罗素韦德案，并传半世纪以来迄款保护妇女对台合法化的保护。这互舆论一个压起来正大，也为错散起来。连续为女性财政部长叶伦70答询的时阵，拢需要回复取消对台权对经济敢有造成影响。I believe that eliminating the right of women to make decisions about when and whether to have children would have very damaging effects on the economy and would set women back decades. 但一讲，纽约州是宣布设立3500万美金的对台服务提供者基金，展现捍卫对台权的决心。只是议题脱手，社会冲突也加重。威斯康州一个反对台组织的办公室，顶礼拜6号等汽油弹导火，外墙也各方乌白花抗议。一个支持妇女自主的团体公司因犯案，受害组织回应，未因为恐吓就停止反对台。公司新闻徐婉玲编译。美国国务院最近甲官方网站的美台关系简介做修改，引起正人议论。不过，美国白宫印太事务协调总监坎贝尔强调，美国的一中政策是无改变，也无支持台湾独立。另外，当协峰会特别调开会记录，坎贝尔也讲，会讨论到台湾议题，美国是支持台海和平稳定。Is it accurate to say that the U.S. does not support independence? Is that? That is accurate. That is a long-standing posi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one China policy remains in play. 美国国务院最近更新美台关系小改，引起关注，其中甲无支持独立等等的字台独，敢是代表美国的政策有转变咧？白宫印太事务协调总监坎贝尔10日真肯定回应讲，一中政策无改变，无支持独立。也那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嘛，搁一再强调讲，无支持台湾独立，不过双边有坚定非官方的关系。Our policy towards Taiwan has not changed. We do not support Taiwan independence, and we have repeatedly made this clear, both in public and in private. 记者继续问讲，卖武器予台湾，支持台湾加入 WHA， 敢毋是支持台独咧？普莱斯回应讲，喜欢喜，喜欢喜。伊强调美国对台湾的承诺是徛真在，封锁袂倒。也那12日，美国总统拜登会参加当协峰会，坎贝尔嘛讲，到时会讨论到台湾的议题，嘛强调讲，伫咧乌克兰发生的代志，绝对袂当伫咧亚洲发生，这是介重要的代志。美国袂起诉，毋过会采取行动来维持台海和平甲稳定。我们有决心、有能力，跟美国及其他理念相近国家来合作，共同捍卫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并且促进台湾海峡还有整体印太区域的和平稳定。毋那是美国挺台湾，这区参议院10日搁一届以多数票通过决议，支持台湾参与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国际民航组织、甲国际刑警组织。这嘛是这区参议院连续2年伫 WHA 召开进程通过决议，大力甲台湾斗相敬。外交部嘛表示诚心的感谢。记者综合报道。2022世界中学生运动会即摆是伫咧法国举办，今仔日嘛伫咧体育署头前举办授旗典礼。不过国内疫情当咧严大加悬，即摆也传出讲这选手较真的情形。
大力邀集祝福选手参赛顺利。2022年世界中学生运动会5月14到5月22就要伫法国举办。体育署表示，这摆台湾代表队加上教练、工作人员等等，团队规模是台湾参赛7摆以来上大的。选手嘛讲，对这摆比赛一定会尽全力。的选手呢有135位，我们教练呢32位哈，还有我们团补部41位，总共是208位，应该是有史以来世中运以来哈，应该规模是最大的哈。希望在这一次的世中运可以拿到最佳的成绩。我觉得尽力打就好，就是尽我自己的全力去夺金牌这样。不过，国内较真数欠悬，国外疫情嘛还未收煞。原本有145位选手要参赛，这阵有较真的状况，部分选手无法参加。而且即摆嘛佫传出有选手快筛阳性，要安怎兼顾选手的身体健康，嘛是会新的问题。出发前呢，都已经是打满2剂哈，这个疫苗。搭飞机之前呢，也都进行这个快筛。我们有3位的医师作为我们的队医哈。目前我们还有部分的这个选手的部分有这个快筛哈这个阳性的部分今天呢也都会做好 PCR 的这个检测。那如果是确认是这个确诊阳性的话，相关的一些出境的相关规定，那就不能够搭机离境哈。选手参加授旗典礼了后，暗时就会前往机场，直飞法国来参赛。教育部表示，若是伫法国有身体状况，嘛会甲在地的病院合作，保护选手的身体健康。记者郭本良随台北报道。国内疫情当日严重，家己关掉一间病院，11打出一张广告，那这禁止这医护人员上班的时阵袂当做伙食物件，下班了后也袂当做伙食饭，违反规定的人会受到处罚。这广告一打出来，引起因院内医护人员的议论。讨论是，那我们用餐目前我们就是大家轮流用餐，因为护理人员用餐时间本来就是不一定的。病院护理站的封闭空间原本是护理人员讨论代志，也是食物件的所在。但是因为新冠肺炎的疫情，家己馆有病院在医发广告，要求病院的医护人员袂当伫无隔板的所在共餐食物件，下班了嘛袂当有自餐的行为。我想医院都出于好意啦哈，主要是因为这一次的一个疫情的传染度，主要都是因为可能透过一些脱口罩的行为，像聚餐啊、泡茶所引起的。病院表示，为了要保护第一线医护单位，所以才来做这款要求。家己馆卫生局嘛指出，以前拢是透过无挂水源群组来传播，考虑到病院医疗量能的问题，也是需要大家来配合。我们的惩处最多也就是口头告诫而已，其实是希望大家一起维护这个安全的环境，让我们能够照顾更多的病人。病院指出，进前医护人员食物件的时阵，加减会使用护理站的讨论室。公告是希望莫做伙伫封闭空间食物件，会当较有隔板的员工餐厅。同事之间的自餐，嘛希望先暂停，降低医护人员相互的风险。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伫咧前线的警消人员，因为常常接触到民众，染病风险是真悬。即马新德县有基层的警察，因为确诊临时找无安定场所，只好先困伫咧车内。加在经过协调，即马已经找到会当隔离的地点咯。新德县这个警员感觉人无爽快，到病院进行 PCR 体检了后。嘛唔敢返去厝内，只好家己先去大旅馆，落尾接到病院通知新冠肺炎的阳性反应，旅馆要求伊离开，警员只好把车驶来公园，困在车顶。分局知影了，赶紧到3工帮伊找所在隔离。这位同仁他等不到192的检疫所，没有任何地方可以住宿，一直等不到通知，所以紧急先到派出所附近的停车场。在那边车上休息，期间饮食需求具由同事这边来协助送餐。那直到当日中午，仍未接获到卫生单位电话通知来接送。但是本分局同仁仍多方面协调临时租用这个民宅套房作为隔离的处所。卫生局表示，进前确诊者拢会安排大的所在，不过即马疫情严重，轻症的人拢以居家照护为主。未来会协调警察局，希望每一间派出所。拢把隔离的空间准备好势。经过我们有跟警察局来协调，是可以先在派出所的宿舍先区隔出符合隔离的一个空间，那做好环境的清洁消毒。疫情严重，除了医护人员，基层的警员嘛常常是一个人爱负责真侪人的工课，压力比过去更较大。希望有够额的后勤资源。
即间才袂有效果之忧。记者对君豪信调报道。台北市政府打算要伫咧芝山国小设一个老大人的日时照顾中心，加做台北市内面头一个设置咧国小校园的中照机构。不过家长也烦恼讲，这学生囡仔粗鲁佮爱耍，若准去弄到老大人会引起纠纷，也认为学校拢无甲家长沟通，今仔日就去到市政府头前抗议。社福要做好，学童安全更重要。社福要做好。大声发口号，芝山国小的家长到市府外口抗议，反对市府要伫小学内底设立日照中心。面对高龄化社会来临，北市府推动一学区一日照的政策，希望善用芝山国小无利用的空间，设立日照中心，照顾长者。若讲顺利设立，将加做北市第一个日照中心进入国小校园的案例。不过家长烦恼，学童较活泼，可能会去冲动到长者发生纠纷。我们希望市府可以先行规划明确的专法，邀请儿童福利联盟及长照福利机构相关专业人士，针对此案进行专法明定后再行决议。我们绝对不是恐龙家长，我们都是以关心小孩、关心长者为出发点。面对家长的反对声音，北市府也派出社会局副局长接陈情书，强调一定会尊重家长的声音，也强调日照中心甲教学区是分属无同的大楼，厝子动线拢分开，搁设有门禁，避免学童冲动到长者。在沟通的过程，家长会有一些疑虑哈。不过我们就是就这个独立的这个空间的出入口以及人员的加强配置。还有就是感控的部分我们都会做很多的努力，在教学区会另外帮他们设置一个独立的电梯避免有一些疑虑不过家长也是真肥，市府到学校无甲家长好好沟通，市府13就甲学校签署行政契约，是无重视学童的权益。希望市府三思，唔通妄立签约，再次激发紧张的关系。记者综合报道。高雄小港大喇叭规划迁村，不过电油按算要伫咧红偏头路段起点啊加的工厂，引起大喇叭居民甲环保团体不满。另外，这迁村还未完成就要起工厂，侵害到当地居民权益，要求中油就要听候迁村完成了后再来起，若无则会抗争到底。不过中油表示讲，环评已经通过啊，明年3月就要动工。空气要清，空气要清。大家话无点啊加我百回，高雄大喇叭居民赶伫中油选议会进前先表态。阮那袂迁村，你袂来增加其他污染事业嘛？迄袂当嘛。迁村说明会的时候，他也说绝对不会增加污染。那现在他完全是说一套做一套。大喇叭迁村案3月27日举行第2摆迁村说明会，居民不满还未定案，中油就想要伫当地起新的点啊加厂，也即期市场单期8通过，大喇叭空污优先改善，说好新厂进驻，类似政策跳票。不断的想在大林埔制造新的污染，北城川呢？每天旧的污染还没有消除，个新的个来啊！中油表示，新设点啊加厂是要改善整体空污，对全面有利。计划已经由环保署通过环评，将伫小港红皮头段105地和4块为5公顷土地设置。也不过居民强烈反对，要求迁村了后才起。迁村呢，决定啊，安尼咱较去，安怎好？别个家长都爱讲开钱呢，我食呢，80几家家长拢无钱。气候减缓的目的是要把汽油中的苯环物全部都尽量拿掉，减少那个整个对我们整个全国的污染呐。中油回应会甲居民继续沟通，也毋过细厂机场又按照原定计划进行。市府环保局强调，中油大篮厂伫整体原油炼制量无增加的情况，细厂改善炼制结构会当减少空气污染，也毋过也严格要求工厂伫扩充产能的时阵，袂当阁增加污染排放。记者综合报道。伫云林西湖有一位农民，因为爱食鸡卵，规气转去故乡饲卵鸡，因兜的鸡仔拢无饲伫咧篮仔内，友善环境，或者卵生出来拢是真营养、真健康的。
民以食为天，人讲食青，嘛是食爱摆头前。伫咧婚姻死后，就有一个农民林淑芳，就是因为家己爱食鸡卵，就安尼归去转到故乡，招兄弟姊妹做伙来饲鸡，半路出鸡饲到变两家专业户，到大嘛已经辟一片家己的鸡场。第一次开始养鸡，其实老实说，真的都不会养，对啊，然后就只是想说，自己喜欢吃蛋，我们一开始就用平式的。人所讲的平饲，意思就是饲咧室内大空间，免怪人免蹲悬，互家母走跳加较自由。林淑芳就讲，用平饲的方式来饲鸡，那鸡仔活较快乐，所生的卵营养价值嘛比一般的卵较悬。我刚开始在接触的时候，只有5%的人在养平式的，所以我们所遇到的问题，可能我也没有办法有太多前辈可以去询问，所以只能自己摸索。以前辈在跟我讲的啦，他是说，其实以平式的鸡蛋来说，1颗就等于笼式的6颗的营养价值。除了人性化友善的饲鸡方法，林淑芳嘛坚持用素食的饲料，讲安尼会使互鸡卵较无臭脆味。另外，佮照鸡年会，甲洗出来鸡卵混做粗细卵、少女卵、百岁卵、甲福利卵，每一种食起来口感拢不同。我是希望说，能让更多的人能去了解，其实蛋鸡的养殖方式，它可以让鸡也快乐，我们也获得到我们该有的营养价值，这就是等于是双赢啊。时代在进步，咱咧食物件嘛愈变愈有路。现代人对食愈来愈讲究，开始注重低血油、食健康。林淑芳讲，伊即马是用卖鸡卵来推动友善养殖的理念。虽然成本较提悬，不过营养价值嘛提升，这有影才是双赢的局面。记者怎报道？台湾艺术家黄土水的作品《甘露水》之一，要伫咧高雄市立美术馆，和其他台湾艺术家的作品做伙来展出。除了甘露水以外，黄土水也替咱台湾汤夹真有贡献的山本第二郎做一尊铜像。即马这铜像还佫伫咧日本，高雄市政府当咧季节，希望互这件作品会当登到高雄。布棚掀开，黄土水的甘露水伫高雄现身。它就是它原本的。高美馆夏季大展21开始，展出超过20件台湾艺术家作品。高美馆特别邀请贵宾见证甘露水开箱定位。其实黄土水嘛捌替日本的山本第二郎做铜像。山本第二郎1900年来到台湾，替高雄桥仔头设置全台第一个现代化糖厂，对台湾糖业才有贡献。为着要感念讲伊的贡献。所以大家来集资，请这个黄土水先生来帮伊做一个铜像。啊，这个铜像当初就下伫咧咱桥仔头的这个社宅事务所的头前。啊，因为历史的原因，这个铜像就原来送登去日本，啊，甲踩伫咧咱迄个山本第二郎先生的故乡，这个佐渡市的公园内底。驻日本代表谢中庭捌去参访山本第二郎的铜像，高雄市长嘛捌写批予佐渡市市长，直接这件代志，希望促成铜像转来高雄。啊，目前即马就是讲双方的这个工作算是顺利，若无意外的时阵，咱做努力要拍拼的这件代志，应该伫咧未来有机会会使促成。山本第二郎的铜像若会当转来高雄，毋若代表台日友好。市府表示，上重要的是黄土水大师的作品会当亲像甘露水，典藏伫台湾，甲珍贵的记录留落来。记者陈嘉文、为做高雄报道。第41届行政院文化奖今仔日举行颁奖仪式，今年3位得主是前干国宝插画家王清霜、作家李炳勇、指挥家卢小嘉，因伫工艺、文学、音乐领域拢有真悬的地位，对台湾文化保存甲发扬也有真大贡献。今年拄好100岁插画工艺艺术家王清霜，做插画超过85年，嘛是台湾头一个去日本学习，而且把这个工艺传承来台湾的艺术。一生最大的一个欢喜。当年为台湾所种下这颗公益的种子，至今已花开满园。这不只是我个人的荣耀，也是对我们台湾公益重大的肯定。一世人坚心做插画，发挥专才的精神。王清霜长期推动台湾工艺文化，在2010年摕到人间国宝的奖，今年佫得到行政院文化奖。若同款摕到文化奖的，还佫有诗人李炳勇。
追求的新社会，若无经过一个文化运动，是无法度成立的。这是我的信念。希望台湾早行出咱历史的未来新的希望。从1960年代开始创作，李明勇是伫咧战后影响台湾文学发展、历史写世代人物，伫咧小说、散文、甲翻译等等的领域拢真出脚。伊用文学作品参与台湾的规个社会。今年62岁指挥家李小嘉，伫合唱团的邀请之下上台。伊伫咧20月火的时阵，陆小连续摕到法国、意大利、甲荷兰等等指挥比赛的头名，伫国际上是真出名。2010年返来台湾了后，做国家交响乐团的音乐总监已经10年。2021年加做英语指挥，嘛得到今年的行政院文化奖。或许有点堂吉诃德式的，我们台湾的乐团能够骄傲地带着自己国人的非常有特色的作品迎向世界。从1981年到今，全台湾已经有90个人摕到行政院文化奖。今年3个得奖的人，伫咧工艺、文学甲音乐领域，因的成就是拢真无简单，嘛为推展台湾文化留下重要的脚印。记者综合报道。明仔天气是好也是歹，做回来看预报恁就知。基隆到新竹对23度到25度，了解到云林对23度到27度，嘉义到屏东对23度到31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3度到30度。天后金门马祖对18度到27度。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明仔暗时7点咱再相会。